珊珊，你好。冉冉，冉冉，baby，你去哪儿了？跑步。没事儿吧？麦克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。问吧。你怎么认识王老师的？你是唐人马球场，他是唐人黄老，你们一个老板。真的？那我跟他也太有缘了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没问题，但是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王老师，我给你搞定，但是冬眠你也得帮我把他弄到我身边。哎呀，把那个眉毛再加长一点吧，加长了好看。什么呀，加长了多难看，又显老。应该把这个腮红画红一点，然后看着可爱。再加点假睫毛，假睫毛显眼睛大。你要和我看看。别动，别动，这样很容易会画坏的。哎呀，这得画多长时间呀？黑的都快照出痔疮了。不出痔疮也得忍着。我跟你说，这女人要约会之前必须要有精致的妆容。今天呢，baby，我特意为你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笑脸妆。什么是笑脸妆啊？就是当你不笑的时候，看起来都像微笑一样。芷芊，你听过那句话吗？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你要想跟王老师在一起，必须扮成虚拟，知道吗？你个什么东西啊？还有这是海滩的冯程程，别给他戴这个，难看死了。不过这是我的创意，你让他给他裹一小